場上邊嘅能力對於隊波自己嘅發揮咧，就係一個重大嘅影響作用。係啊，呢啲球員點解叫做靈魂人物咧？就係話佢除咗自己可以攞分之外咧，亦都可以製造到機會俾隊友啦，令到成隊波嗰個組織啊配合咧都可以打得暢順。呢啲就係靈魂嘅人物啊！咁啊，頭先周湛東亦都咧好精彩啊！喺低位咧兜底出翻嚟咧，掩護咗之後射個3分，85-61。就控咗頭，你都真係唔使黐攞佢個波啊！好穩陣啊！笠過嚟得唔得？慢咗啦，死咗個！哎呀！頭先我都先啱啱講完啦，腳步咧始終都係爭啲啊！好靚嘅後手喎！哎呀，但係咧亦都要讚一讚呢個高斯球員咧，補位補得快啊！咁啊，年青嘅球員帕巴基安利斯，咁啊唔好睇佢咁大隻啊，18歲嘅啫。咁所以始終咧頭先亦都係腳步咧比較幼嫩啲。高尚今日亦都有咧真係順勝嘅表現啦。咁啊喺今日咧就廣東宏遠咧整體嘅球員其實表現就唔係差嘅，不過事實上喺實力真係咧又冇咗易建聯同埋周鵬咧係俾彭立典萊高斯咧俾咗落去。冇錯啦，咁啊始終都係呢個歐冠杯嘅冠軍隊咁啦，所以咧實力咧上面咧的確係有一定嘅差距啊！好快呢個波轉得好快啊！俾入去中間裏邊，但係咧亦都係碰到犯規嘅。咁啊喺中鋒呢個位置雖然咁高大啊，攞波亦都唔係咁容易。咁啊亦都頭先講咗啦，對比下啦，10號嘅華道積卡啦，即係雖然都係咁高大啊，點解人哋攞波咁容易呢？啲就係要經驗啦同腳步啦。冇錯啦，18歲嘅帕巴基安尼斯啊，要好好吸收下經驗啦。第二球，哎呀，都係唔入啊85-63，彭立典萊高斯領先22分。周湛東，係啊，呢球應該點樣做啊？自己打定話係利用埋呢10零秒時間啦？正常咧利用埋呢個進攻時間㗎，高位掩護，甩手。周湛東自己射埋，咁啊時間夠啦，捉翻出嚟，補唔補到啊？冇辦法咯，太高啦，身高冇計咯，咁啊時間夠咯。咁啊，最後咧就全場完結啦，85-63啦，就歐洲嘅冠軍球隊彭拿典內高斯咧就贏咗中國嘅CBA 聯賽冠軍球隊廣東宏遠啊。咁啊，雖然係超過20分嘅差距啊，但係兩隊咧都表現出一個相當精彩嘅表現啦。我哋亦都睇到高水平嘅賽事啊。拜拜。拜拜。2015歐洲籃球冠軍聯賽亞洲巡迴賽澳門站係由體育發展局支持播出。